澳門著名攝影藝術家李瑞奮先生曾經任教於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2022年後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藝術及設計學院，啟蒙咗好多設計師同埋藝術家，可以話係影響咗澳門往後嘅藝術發展，相當具有影響力。李瑞奮喺90年代活躍於澳門嘅藝術圈，經常行去嗰啲唔俾人重視嘅、處於荒廢狀態嘅建築群嗰度影相，例如係馬場木屋區、婆仔屋、鄭家大屋或者係望德堂附近嘅地方。1996年，佢參與創辦咗石頭公社呢一個表演藝術團體。當時嘅澳門大部分劇場作品都係以話劇為主嘅，而石頭公社嘅作品就係屬於非敘事形態嘅肢體同埋多媒體表演，屬於相當前衛同埋另類嘅表演團體，從此改變咗澳門表演藝術嘅面貌。2002年，佢聯合咗其他本土嘅藝術家創辦咗婆仔屋藝術空間。婆仔屋係位於風塘斜巷嘅百年葡式建築，曾經用於接收二戰難民同埋照顧一啲女長者，後嚟逐漸荒廢。李瑞奮聯同本土藝術家借用咗婆仔屋，帶嚟咗展覽、表演、工作坊、講座等等嘅大量活動，吸引咗大量嘅人流，營造咗自由開放嘅創作氣氛，係澳門另類藝術空間嘅始祖，亦都係澳門藝術發展史上面嘅一抹奇異風景。只可惜維持咗1年多，婆仔屋藝術空間喺2003年之後就搬咗去牛房倉庫繼續營運，直至2018年後遷出。佢喺牛房倉庫期間，亦都連結咗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灣、日本、法國、英國等等藝術圈子，創造咗可觀嘅展覽、講座、表演、出版等，從中亦都培養咗好多本土藝術家同埋行政工作者，喺佢哋嘅履歷之中留低咗牛房倉庫嘅名字。李瑞奮先生係一位容易相處、性格隨和、尊重他人意見嘅謙謙君子，而佢對於人嘅心性同埋創作之間嘅重視，影響咗好多學生。佢重視學生唔同嘅個性，尊重學生嘅創作自由。佢重視人本身，唔理學生今日創作咗啲乜嘢，其實都係一時嘅、短暫嘅。但係學生嘅心性就係影響日後創作之路最重要嘅因素，所以佢睇重嘅係學生嘅整體，而唔係短暫嘅創作成品。喺李瑞奮嘅攝影作品中，澳門並唔係一個被處理嘅攝影題材，而係佢生活嘅地方，佢在乎嘅地方。世界上根本冇太多人會在意澳門人嘅文化身份，但係佢在乎。喺2025年6月3號至到6月29號期間，喺白鴿巢澳門東方基金會嘅會址舉辦咗李瑞奮先生逝世後首個大型回顧展《島嶼影誌：時代的超前記憶術》。島嶼係指澳門，影係指攝影，誌係記錄。島嶼影誌就係以攝影去記錄澳門嘅意思，連結住空間。而時代的超前記憶術就係代表展出嘅攝影作品記錄咗舊時代嘅澳門，連結咗時間。展覽中陳列咗佢生前使用過嘅相機，佢所喜愛嘅唱片，出版攝影集之前所準備嘅文件等等，仲有橫跨唔同時代、唔同尺寸嘅攝影作品，充分展現咗豐富多元嘅攝影主題同埋興趣。另外喺2024年出版嘅攝影集《另眼相看》之中，以8個章節呈現咗佢所關懷嘅澳門，分別係馬場區、鄭家大屋、觀南茶樓、青洲木屋區、內港、路環荔枝碗、橫琴同埋澳門。佢拎住手中嘅相機行入去嗰個時代嘅當下，所拍出嚟嘅照片就好似過客留低嘅腳印，冇高度風格化嘅銀鹽火粒，冇誇張同駭人嘅視覺衝擊，亦都冇壯麗山河同埋傷感嘅故事，以淡然嘅眼光凝視佢身處嘅嗰個瞬間，喺嗰個當下嘅生活場景裏面觀察，同遇見嘅路人傾偈，佢就企喺嗰個時空之中去感受。時間就好似停住喺澳門回歸前後嘅交界。呢一本攝影集呈現咗一個專屬於李瑞奮私人嘅澳門時代。佢曾經講過，我要拍嘅並唔係嗰啲耀眼悅目嘅燈飾，而係微弱甚至幾乎無光照耀下嘅嘢。嗰啲無光照耀嘅到底係乜嘢呢？我諗可能就係澳門人嘅靈魂，或者正係因為佢嘅照片冇強烈嘅視覺衝擊，淨係透過佢淡然嘅凝視，先至能夠俾讀者順利咁樣進入到佢相片中嘅場景裏面，俾澳門人嘅靈魂得到救贖嘅可能。